大家好，歡迎收睇講星睇真啲。今日唔講娛樂圈，講香港富豪圈。但你知道豪門嘅八卦玩法只會比娛樂圈更大、更鬼鼠、更唔要面。今日嘅主題係私生子。香港有句老話叫富貴險中求，但係呢班有錢佬仲有另外一個玩法，後代險中生。佢哋喺正室面前係一家之主，出到去就係風流才子，留低嘅殘局全部由一個個叫私生子嘅細路嚟埋單。有啲私生子年花15億，有啲喺火鍋店度托盤，有啲30年唔知自己係咩人，有啲連親媽都係私生女。佢哋嘅故事一個比一個戲劇，一個比一個令人唏噓。一、何猷幫，賭王神秘第17子，30年隱藏嘅秘密。2020年5月，一代賭王何鴻燊以98歲高齡駕鶴西歸，全港媒體如臨大敵，預備報道呢個賭場帝國最後嘅章節。結果佢哋確實等到咗一單獨家，只係唔係賭場，而係一個從未出現過嘅名何猷幫。死後1個月，家族公布訃告，細心嘅人喺名單上面數嚟數去，發現咗呢個從天而降嘅名排喺四太梁安琪嘅子女序列入面，夾喺何猷亨同其他兄弟姊妹之間，年齡推算大概28歲，即係話1992、1993年左右出世。港媒嗰陣嘅震驚程度，幾乎等同發現何老闆仲有一個秘密保險箱。四太梁安琪動作極快，即日發聲明認仔。何猷幫係我同賭王嘅親生仔，因為身體原因從未公開，家族早已知情，今後唔會再有任何回應。講完就走，唔留嘢問。但係呢個聲明唔單止冇平息疑問，反而令全港譁然，因為識梁安琪嘅人都知呢個女人有幾高調。佢19歲以母伴身份識何鴻燊，喺四太嘅位置上硬係由財務部底層做起，熟悉每一張數，爭到澳娛董事席位，自己開茶餐廳、買商鋪、搞高爾夫球場。一個咁有野心嘅女人，會將一個親生仔收埋30年唔出聲？仲有一件事仲奇怪，賭王臨終前特別叮囑，要二房長女何超瓊照顧呢個細佬。但係二房同四房喺何家幾乎係水火不容，關係之差，圈內圈外都出晒名。如果何猷幫真係四太親生，點解要交託俾死對頭嘅女去照顧？於是港媒嘅目光全部轉去另一個女人身上，利智。1986年亞姐冠軍利智係當年最紅嘅靚女之一，魔鬼身材、絕美面孔，而且識跳舞。呢個最後一點，對於視跳舞成痴嘅賭王嚟講，簡直係致命誘惑。何鴻燊娶二太藍瓊英，娶四太梁安琪，都係喺舞會相識，所以佢睇中利智有咩出奇？佢哋慈善晚宴上共舞嘅相片瘋傳全港，賭王意圖納利智為五太嘅消息甚囂塵上，結果三房太太破天荒聯手反擊。據傳二太太更係直接落江湖追殺令，令利智嘅司機莫名遭遇車禍。好彩利智嗰次唔喺車度。呢件事之後，利智突然於1992至1993年間宣布退出娛樂圈。當時佢一年有3-4部片約，如日中天，竟然話要去美國搞房地產。有傳聞話佢以1000萬分手費加一套豪宅換取徹底嘅沉默，直到2008年先至嫁俾李連杰。而何猷幫嘅出生時間啱好係1992至1993年之間，呢條時間線吻合到令人心裏面打咗個冷震。而且後來唔少網友對比過利智同何猷幫嘅側面相，話相似到驚人。仲有一點，何鴻燊臨終吩咐嘅係叫二房嘅女何超瓊照顧呢個特別嘅細路，而唔係交俾親生媽媽四太。呢個安排正正係二房同四房之間最佳嘅政治制衡，亦係賭王用最後一啖氣留低嘅謎題。何猷幫本人至今未曾喺任何場合公開現身，家族基金負擔佢全部生活同醫療費用。據報佢患有嚴重自閉症，輾轉喺澳洲、美國接受治療，情緒極不穩定，根本無法參與正常社交。賭王葬禮上，一眾子女悉數到場，唯獨佢缺席。一個生勾勾嘅人就咁樣由出世開始被隱藏，被安置喺遠離香港嘅某個角落。
世人唔知佢係邊個，佢自己或者都搞唔清自己係邊個。二、密信銘。賭王個妹同堂細佬私通生落嘅葉子，俾阿媽當係隻棋，俾舅父當係把柄。如果話何猷幫嘅私生子故事係迷，咁密信銘嘅故事就係亂到有陣時你要停低數一數，入面到底牽涉幾多個人，佢哋個個之間係咩關係？好，深呼吸一下，我哋慢慢嚟。但要搞清楚密信銘嘅來歷，先要認識佢阿媽何婉琪，江湖人稱十姑娘，係賭王何鴻燊嘅親妹，排行第10。何婉琪出身顯赫，父親何世光係香港著名富商，曾祖父一脈上溯係香港開埠首富何東爵士。呢個家族嘅背景係成個香港老錢圈裏面頂尖嘅存在。何婉琪本人生得靚，又有生意頭腦，早年跟住九哥何鴻燊一齊打江山，被公認為澳娛最得力嘅女將，喺賭場內外江湖地位極高，人稱賭后。問題係佢同一個人暗中糾纏咗幾十年，而呢個人係佢嘅堂細佬。1941年，何婉琪18歲，喺何東家族嘅一次聚會上重逢咗細佢4歲嘅堂細佬何鴻章。兩個人有同一個曾祖父，按照傳統倫常係近親，但就偏偏一見鍾情。家族強烈反對，兩個人就繼續私下來往。何鴻章後來去美國讀書，何婉琪喺1946年另嫁商人麥志偉。表面上呢段感情已經結束，點知1953年何鴻章學成回港，兩個人舊情復燃，繼續秘密交往。1955年，已婚嘅何婉琪為何鴻章誕下一個仔，記喺丈夫麥志偉名下，取名密信銘。同一年，何鴻章亦同英國女子佘安妮結婚，生兒育女，正式組建另一個家庭。約3年後，何婉琪又為何鴻章誕下個女麥惠玉，兩個私生子女都掛住麥姓。何鴻章喺外人眼中係佢哋嘅契爺。呢個秘密，何婉琪有一日話咗俾九哥何鴻燊聽，而佢唔知道呢一句說話係親手遞上咗一把刀，刀柄喺賭王手裏面，刀尖對住自己。何鴻燊係咁樣嘅一個人，知道你把柄係會收埋，等到最有用嘅時候先攞出嚟。此後幾十年，佢以密信銘身世為要挾，逼何婉琪幫自己打江山、讓股權，令十姑娘喺澳娛持股由20幾%縮水到只係剩翻7.3%，分紅少到連公司普通員工都不如。何婉琪忍氣吞聲，一忍就係40年。40年後，事情終於爆發，引爆點係密信銘本人。呢個被母親極度溺愛嘅仔，從細就係爛佬一隻。好賭成性，做生意蝕本，四圍欠債。阿媽曾經多次向何鴻燊求情，幫佢還債。賭王前後幫佢還過1.5億港元，最後完全厭棄。何婉琪見個仔前途堪慮，心諗不如俾佢繼承自己手上嘅澳娛股份。佢揾阿哥商量，話要將股份轉名俾密信銘。何鴻燊當場爆發，唔得，要轉就轉俾四太梁安琪。兄妹決裂。2001至2002年間，何鴻燊直接向全體澳娛員工發出親筆通告，撤去何婉琪喺澳娛嘅一切管理職務，切斷佢幾十年嚟喺賭場裏面嘅所有根基。何婉琪都唔係好蝦㗎，佢反手將九哥告上法庭，指控何鴻燊拖欠佢5年分紅共約30億港元，同時公開點名賭王多年以嚟一直以密信銘身世為把柄，強迫佢讓渡股份幫佢做嘢，呃走佢上億美元資產。佢仲將公司大量內部文件交俾媒體，澳娛帝國嘅運作黑幕被攤開喺公眾眼前。就喺呢個關頭，密信銘自己做咗一個決定，召開記者會自爆身世，宣布親生父親係何鴻章，仲正式改名為何東信銘，認祖歸宗。成件事喺全港爆炸。何鴻章呢邊最初承認咗呢段關係，表示係一段維持咗21年嘅真實感情，而唔係不倫。佢對呢個私生子頗感愧疚，甚至不惜同原配子女對簿公堂，打算為何東信銘爭取一份遺產。老來情深，令人唏噓。但何東信銘呢個人實在係唔夠爭氣啊！佢同妻子關係出現問題，離婚收場期間，同新婦何鴻章爆發衝突。何鴻章一怒之下講咗句氣話：
我又冇驗過 DNA， 唔知係唔係我親生仔，相當於親口否認。河東順銘怒不可遏，竟然將親生父親告上法庭，索償精神損失費6億美元。父子決裂，從此再冇往來。何鴻章2017年病逝前，苦苦哀求見河東順銘最後一面，未能如願。麥順銘亦冇去扶靈，而何婉琪最終喺同哥哥嘅官司中全面落敗。澳門高院接納何鴻燊一方嘅申請，剔除十姑娘大部分指控，判賭王勝訴。呢個曾經喺澳娛呼風喚雨嘅女人，最後係竹籃打水一場空。2018年6月，何婉琪喺養和醫院病逝，享年95歲。消息被封鎖，幾個月後先廣為人知。佢到死都冇攞返嗰30億分紅，臨終遺言係希望阿哥還錢。麥順銘呢？認完親之後，佢到底攞到咗幾多遺產？答案係幾乎冇㗎。何鴻章同原配子女嘅法律糾紛令財產分配複雜化，到頭來佢呢個真愛之子所得甚微。阿媽嘅財產，何婉琪90%留咗俾佢，但就話呢90%靠佢敗家嘅手腳，可以撐到幾耐都成問題。麥惠玉，麥順銘嘅親妹，同樣係何鴻章同何婉琪嘅私生女，喺媒體面前痛訴：阿媽係咁溺愛阿哥，10粒糖，阿哥10粒，我1粒都冇。阿媽去世之後，遺產90%俾阿哥，1成都唔到俾阿妹。呢個故事入面，私生子只係工具，阿媽用佢嚟向舅父逼遷讓，舅父用佢嚟要挾阿媽，阿爸用愧疚嚟接受佢，佢自己用改名嚟博取遺產。每一個人都係咁打算，偏偏每一個人都冇贏。3. 梁洛施，私生女幫小超人生私生子，命運最識開玩笑。如果要揾香港富豪圈入面最具戲劇性嘅命運，梁洛施絕對係頭3名。佢本身係私生女出身，但係佢最後同李澤楷生咗3個私生子。命運唔係輪迴，係直接複印埋一份俾你睇。1988年佢出生喺澳門，中英葡3重血統，啱啱好靚。父親係澳門顯赫嘅土生葡人家族，印里基家族嘅成員，啤酒進口、航空商務、紡織，半個澳門上流社會都認識呢個家族。但係呢個父親有家室，同梁洛施媽媽之間本來就係一段不正當嘅關係。梁洛施出世先6個月，父親就因病過身，連佢個樣都冇睇清楚。阿媽唔忍心將個真相話俾個女聽，呃咗佢整整12年。阿爸喺葡萄牙工作，等佢返嚟生活就會好噶啦。梁洛施由細到大，每次被同學問起阿爸，就重複呢個大話，心裏面係信嘅。媽媽一個人打幾份工，外婆幫手湊細路，一家人喺澳門轉租屋，有陣時交唔起租，被房東趕走，輾轉換完又換。阿媽曾經鼓起勇氣帶住個女登門恩里基家族嘅奶奶，希望對方認呢對孤兒寡母，哪怕俾少少生活費都好。奶奶連門都冇開，字面意思就係唔俾入門，拒之門外。恩里基家族從來冇承認過呢個細路嘅存在。12歲嗰年，梁洛施終於知道真相，阿爸死咗，等咗12年嘅人，從頭到尾都唔喺呢個世界上。而佢嘅出世，對於嗰個名門家族嚟講，係咩都唔係。知道真相之後嘅梁洛施性情大變，逃課、打交、飆摩托車，喺學校被記過多達32次，最終中一輟學。後來佢喺訪問裏面話，嗰陣係唔知點表達呢種憤怒同委屈，就係靠呢啲方式出氣。12歲被英皇娛樂星探相中，佢謊報年齡話13歲，公司幫佢簽咗15年長約。後來發現年齡唔啱，但係已經倒落去，唯有等佢16歲先正式出道。呢4年入面，公司請嚟話劇演員詹瑞文私人磨練演技，請國外音樂教授教聲樂，將一個澳門輟學女仔打磨成精品。2006年18歲，憑伊莎貝拉拿下葡萄牙國際電影節最佳女主角。2007年19歲，受邀出演荷里活木乃伊3。佢係咁紅，紅到一個41歲嘅男人親自出手搶人。呢個男人叫李澤楷，人稱小超人。阿爸係李嘉誠，佢個人事業係真係勁㗎，以9.5億美元賣咗 Star TV， 以史上最大槓桿收購香港電訊，後來一手創立富衛保險帝國，
但感情記錄就同佢嘅商業版圖一樣驚人，緋聞不斷，女友一籮，但係就係唔結婚。2007年木乃伊3片場，佢哋經楊紫瓊牽線相識，一拍即合。李澤楷為咗梁洛施，唔顧父親面子，直接同英皇老闆楊受成搲爛面，豪擲約2億港元幫佢贖身解約。2009年，梁洛施21歲，喺加拿大多倫多誕下長子，李嘉誠親自取名李長治，長治久安。2010年，再喺舊金山誕下一對孖仔，2年生3子。任何一個重視香火嘅豪門都會奉為功臣。李嘉誠對啲孫仔痛愛有加，安排私人飛機接母子返港，等佢哋住入石澳嘅紅木屋別墅。全港都以為呢個澳門嚟嘅私生女就快成為華人首富嘅新抱。然後2011年2月26號，梁洛施發表聲明宣布分手。嗰時孖仔出世唔夠半年。10幾年後，佢喺《老餘有約》裏面終於親口講，係我主動提嘅。等咗4年，等嚟3個仔，但係等唔到一句承諾。李澤楷從來冇打算結婚。嗰年佢23歲，帶住3個仔去咗加拿大。而恩里基家族就係當年連門都唔開嘅嗰個家族。喺梁洛施成名兼且幫李澤楷生咗3個仔之後，突然傳話過嚟話，多年嚟一直掛念佢，想佢回歸家族。梁洛施冷冷回應咗幾個字，然後再冇下文。咁大個先嚟認人，呢種嘴臉，梁洛施大概睇得太多啦。3個仔由梁洛施親自教養，唔俾玩手機，晚上定時關 WiFi，請中文老師補習中文。長子李長治2024年已被送往波士頓一間頂級寄宿高中就讀，15歲，身高172公分，外貌越嚟越似阿爺李嘉誠。雖然佢哋唔喺李嘉誠家族信託嘅10億人名單上，但係已登入李家族譜。加上李澤楷至今未婚，冇其他後代，3個仔極可能繼承李澤楷個人約350億港元嘅巨額資產。2024年，梁洛施同內地演員馬玉柯戀情曝光，3個仔被影到態度明顯接受。大仔喺社媒寫祝媽媽生日快樂，言語間係一種遠超年齡嘅體貼。一個被豪門嫌棄，連門都入唔到嘅私生女，最後親手養大3個擁有頂級血脈嘅細路。命運呢樣嘢有陣時真係殘忍得太有藝術感啦。4. 趙式康，老豆8億家產，個仔喺火鍋店度托盤。如果梁洛施係一個逆風翻盤嘅故事，趙式康就係一個走到底嘅現實主義敘事，唔係悲劇，係更難受嗰種，係睇清楚之後仍然要繼續生活。佢老豆趙世光係4大船王之一趙重顯嘅第4子。掌管華光行業集團，家產以8億港元計。但係趙世光呢個人情史豐富程度堪比一部香港黃金時代電視劇。先講佢嘅正室何莉莉，1946年出生喺南京，16歲被導演發掘，19歲加盟邵氏，同胡燕妮、潘迎紫並稱邵氏12金釵，係有頭有面嘅一線女星，演過愛奴、14女英豪。銀幕上係異國風情靚女一個。1971年，何莉莉25歲，當紅嘅時候嫁咗俾趙世光，從此放棄演藝生涯，全力相夫教子，為佢生咗4個仔女。呢個女人以為自己嫁到真命天子，點知佢老公係條移動天線，收到咩波咩頻率都接收到。婚後唔到10年，趙世光開始咗佢多線操作嘅漫長生涯。首先係程秀麗，舞蹈演員，秘密交往超過20年，仲幫佢生咗趙式康同趙式珠。趙重顯即係趙世光嘅父親，去世嗰日，程秀麗攬住一對仔女出現喺喪禮，趙世光當眾按族譜幫個仔改名式康，個女式珠，等同默認咗2個私生子女嘅身份，同時亦默認咗程秀麗二房嘅地位，就係唔知有冇人通知正室何莉莉啦。除咗程秀麗，仲有前亞姐參賽者譚玉梅，2個人1990年代扯上關係，1995年被媒體偷影到，趙世光親自揸車喺灣仔世紀酒店門口接佢，喺酒店門口就伸手輕掃對方纖腰，半點遮掩都冇，仿佛正室何莉莉係存在喺另一個次元嘅人。譚玉梅為佢跟足10幾年，仲為佢生咗個女。2004年趙世光第一次中風，譚玉梅選擇離開。
後來佢喺訪問裏面笑笑口話有新男友，講咗一句話：最重要對方係單身，單身先有結果。費咗幾十年青春，先至明白點解單身係最基本嘅條件。仲有第三個女人劉媛媛，自稱私人秘書，被趙世光包養整整25年。2010年趙世光第二次中風病危住院，劉媛媛以三房嘅姿態公然出入病房，親身貼身照顧，竟然以女主人自居，搞到成間醫院都知。呢一切嘅見證者係何莉莉。43年，何莉莉一聲都唔出，唔係忍，係在謀。佢做咗幾件關鍵嘅事。2004年趙世光第一次中風臥床，何莉莉趁機將3間核心公司嘅控股人名義靜靜雞轉到自己長女趙式明嘅名下。2010年趙世光病危，劉媛媛手持親筆遺囑殺到，遺囑上頭清楚寫明贈佢3間公司。何莉莉不爭不吵，笑笑口應承咗，爽快將3間公司嘅全套資料交俾劉媛媛。劉媛媛大喜，打開資料，頓時啞口無言。3間公司早已係空殼，一分錢都冇，嗰張遺囑係廢紙一張。譚玉梅嗰邊亦係同樣結局，連上法庭爭辯嘅機會都冇。程秀麗就係性格太軟，冇能力爭，冇人幫，最後病故。2016年趙世光過身，何莉莉獨吞約70億港元遺產，成為香港新晉女富豪。佢曾經對住媒體講過一句話，到依家都俾人引用：我唔會俾人哋坐到我嘅位置，冇一個女人可以威脅到我，除非嗰個係我本人嘅決定。講得幾霸氣啊！只係43年嘅委屈，換嚟嘅就係呢一句總結陳詞。好，講返趙式康，老豆死咗之後，佢同阿妹趙式珠唔係揸住一部分遺產搬入豪宅，係連名都唔喺遺產10億人嘅名單上面。程秀麗已經過咗身，連為啲細路爭下嘅人都冇。趙式康就咁樣空手而回。2019年，港媒意外影到佢嘅身影，一個8億大亨之子，正喺香港一間火鍋店做兼職服務員，招呼客人，托盤送餐。被記者圍住，佢坦然開口：喺火鍋店做服務員好平常，都係為咗生活。同事並唔知我嘅身份。然後補充：日頭其實有自己嘅小生意，同朋友合夥做自動販賣機公司。然後佢提到何莉莉同大家姐趙式明，語氣入面冇一絲怨恨。佢哋從未斷過贍養費，心裏面係感激嘅。呢個細節係成個故事裏面最令人震撼嘅部分，唔係佢喺火鍋店托盤，而係佢喺講到繼母同同父異母家人嘅時候，竟然係感謝老豆嘅風流、阿媽嘅軟弱、繼母嘅心計，三重力量合力將佢推到呢個位置，而佢選擇企喺嗰度托盤微笑，繼續活落去。順帶一提，趙式康嘅大伯趙世光嘅親阿哥趙世珍都係業界傳奇。自稱一生同上萬名女性約會，生咗3個細路，分別來自3個唔同女性。2012年仲懸紅10億港元向全球招募異性戀女婿，希望挽救啱喺法國秘密同性結婚嘅女趙式之。趙氏兩兄弟風流成性，真係家傳戶曉嗰種啊。5. 鋪王鄧成波死後追思會花圈泄露嘅第6子。有啲秘密收埋咗一世，最後係靠一束花圈洩底。呢個故事真係發生㗎。2021年5月14號，香港鋪王鄧成波喺養和醫院辭世，享年88歲。16歲電燈公司學徒起步，靠60年積累，成為持有過300個商鋪、估值超過800億港元嘅地產傳奇。死後，家族發佈訃告，用咗極罕見嘅寫法，冇逐一列出子女名字。識睇嘅人即刻明白有古怪。真相喺1個月之後嘅追思會上浮面。2021年6月8號，追思會花圈一排排擺低，仔細睇署名：鄧耀宗、鄧耀文、鄧耀輝、鄧耀邦、鄧耀星，5個分身仔齊齊整整。然後喺最外側有一個花圈，署名寫住兒子耀雄。鄧耀雄，大家第一次聽到呢個名就係喺一束白花上面，佢本人當日冇到場。鄧耀雄嘅媽媽名叫徐月，據報1990年代喺某酒樓同鄧成波相識，鄧成波出資幫佢喺香港開設美容中心，
約2000年前後誕下鄧耀雄。呢個仔喺鄧成波在生嘅漫長歲月入面，從未出現過任何公開場合，亦唔喺遺產分配名單之上，直至一束花圈先令全世界知道佢嘅存在。鄧家呢個故事入面最精彩嘅部分唔係爭產，而係一場更加慘烈嘅財務危機。鄧成波生前欽點五子鄧耀升接班，呢個細仔一接手就大展拳腳。2017至2018年大舉借款收購酒店，信心滿滿。點知2019年社會事件衝擊旅遊業，跟住2020年新冠疫情直接掀底，一個靠收租起家嘅商鋪帝國就咁喺幾年之間被酒店債務壓冧。鄧成波死後，家族被逼瘋狂清倉，3年內變賣過90個物業，套現超過240億港元。但係好多物業嘅賣出價比買入價跌去60%，即係話鋪王留低嘅商鋪帝國俾接班人搞殘之後再廉價平賣。而嗰個喺花圈上署名兒子耀雄嘅鄧耀雄喺呢場財務風暴入面全程沉默，至今冇任何公開增產行動。可能佢從一開始就知道嗰個家從來冇佢一份。6. 李健勤年花15億嘅私生子，逼老婆墮胎嘅炫富大笑。講完連火鍋店都未必入得去嘅私生子，嚟講一個年花15億嘅。呢個人係李健勤，老豆係李德義，英國華人首富，恒豐企業主席，喺倫敦持有超過200處物業，係全倫敦最大私人地主。2025年福布斯估計身家約37億美元。關於李健勤係唔係私生子，各方版本唔同。部分媒體話佢係李德義婚外所生，從細喺外面長大；另有消息指佢係李德義前妻所生次子。最戲劇化嘅版本係佢老豆喺法庭上親口話李健勤唔係我親生仔。當然，大部分人都認為呢個係一句為咗避免高額贍養費而講嘅法庭謊話。但係呢句話一出口，就有咗自己嘅生命喺香港豪門圈裏面飄蕩住。無論如何，李健勤嘅消費能力係實打實㗎，3年花咗約46億港元，26架超跑，當中5架法拉利全球限量499架，每架約4000萬港元，3架布加迪總值過2.2億，1架波音私人飛機，一艘71米長遊艇。你冇聽錯，係71米。講完消費，講婚姻先係真正嘅重點。李健勤喺劍橋大學讀書期間，佢日日蒲酒吧夜店，身邊美女如雲，直到遇到曾超穎，劍橋法律系高材生，出身法律世家，氣質端莊，同李健勤呢種紈絝子弟截然不同。據報李健勤追佢追咗整整4年，期間慷慨到離晒譜。曾超穎隨口話想出海，佢即刻花幾億買遊艇。佢生日送一艘1500萬嘅遊艇做禮物。佢鍾意狗，連夜由英國空運3條血統純正名犬嚟，每條值78萬，睇落係風流多金嘅童話故事。但係結婚之前，老豆李德義提出要求，曾超穎必須簽婚前協議，無論邊一方犯錯導致離婚，佢只能獲賠1000萬港元，就咁多，冇多冇少。曾超穎簽咗，2000年結婚。婚後8年，2008年，曾超穎懷孕，開心期待。李健勤嘅反應係要求佢打胎，理由係唔想將來個仔婚外嘅財產。我老豆都話呢個仔唔能夠要，就係咁樣一句話，親生骨肉係財產嘅威脅。曾超穎拒絕，幾乎同時佢發現丈夫正同一個日本女性有婚外情，佢即時提出離婚。呢個決定打開咗潘多拉嘅盒子。2011年，香港高等法院一審裁定，夫妻共同資產65億港元，曾超穎應獲賠12.22億港元，創亞洲最大離婚賠償紀錄。李健勤同李德義父子並唔係坐定定接受，佢哋攞出一份疑似偽造嘅可轉換貸款協議，聲稱任何時候都可以用1蚊買走李健勤所有財產，即係話曾超穎嗰65億根本值0。法庭審查之後發現協議高度可疑，涉嫌偽造文書，駁回。曾超穎仲喺庭度攞出李健勤婚內出軌嘅唇印相、聊天記錄、轉賬憑證，一件一件擺喺法官面前。最後最好笑嘅係，李德義喺庭上居然當庭親口講，
李建勤唔係我親生仔，意思係父子關係不成立，所以曾超榮唔可以伸手攞李家嘅嘢。香港媒體睇到呢一幕，全部都笑咗。一個老豆喺法庭上親口否認自己個仔，目的係慳返啲錢。豪門就係咁㗎。經過漫長上訴，終審法院最終確定賠償約4.11億港元。嗰個從來未能夠出生，被父親以未分遺產為由要求落咗嘅仔，冇任何後續報導，冇任何記錄，有啲失去係無聲㗎。7. 陳凱琳，嗰個講唔清楚自己來歷嘅港姐冠軍。2013年港姐冠軍，同屆三料，冠軍、最上鏡小姐、旅遊大使獎，之後更奪咗國際中華小姐冠軍。陳凱琳嘅戰績喺港姐歷史上都係屈指可數㗎，但係呢個女人比戰績更令人津津樂道嘅係佢神秘嘅身世。陳凱琳1991年6月23號生，5歲隨父母移居加拿大溫哥華，成年後返港參選港姐。佢父親係香港一個極低調但極富裕嘅商鋪投資者，坊間估計資產超過15億港元。佢從細住喺九龍塘一棟過億嘅獨立洋房，受最好嘅教育，一切睇起身毫無破綻。然後大家睇到佢塊面，五官立體，膚色偏深，輪廓唔似典型華人，帶住一種南亞或者中東血統嘅異域氣質。參選港姐期間，質疑聲從未停過，唔似中國人，可能係領養，可能父親另有其人。網絡上流傳各種版本，又話佢係某某家族私生女嘅，又話佢係海外名人後代嘅，林林總總，各有各講。陳凱琳從來冇直接否認，亦冇直接確認過任何一個版本。面對媒體追問，佢就回答咗幾個字：接受不完美，然後唔再多講。呢種點都唔解釋嘅姿態，係大家庭養出嚟嘅修養，亦可能係一個自細就學識保護某個秘密嘅人先有嘅習慣。佢嫁咗比自己大22歲嘅 TVB 演員鄭嘉穎，老豆明確表示唔滿意，媒體亦普遍覺得以佢嘅家底嫁一個 TVB 演員係屈就。婚後4年生咗3個仔，目前已離巢 TVB， 成功轉型吸金力超強嘅社媒 KOL， 賺得仲多過喺 TVB 做花旦嘅日子。嗰個關於佢究竟係邊個嘅女嘅問題，至今仍然冇答案。8. 羅定邦，針織大王臨終牽掛嘅失散骨肉。有啲父親嘅愛係用愧疚砌成㗎。羅定邦係寶絲龍品牌創辦人，人稱針織大王。1912年生，白手起家，由深水埗山寨紡織工廠起步，將自己嘅仔女全部當做廉價勞動力嚟使用，慢慢做到香港時裝業嘅傳奇人物。佢有5個仔同1個女，婚姻係傳統安排。成功之後，佢都逃離唔到有錢男人嘅通病。第一段婚外關係嘅對象係佢嘅私人秘書桂蘭，兩個人相戀，桂蘭有咗孕，生咗個仔羅家添。正室陳楚絲知道之後暴怒，對桂蘭百般施壓。桂蘭性格剛烈，捱唔住壓力同羞辱，加上獨自撫養私生仔嘅重擔，最終選擇燒炭自殺，個仔就咁成為咗孤兒。次子羅淑海同父親最親，佢出面勸說，最終俾羅家添認祖歸宗，進入族譜。第二段婚外關係更加曲折，羅淑海為咗氹父親開心，特登引薦咗一個叫張美琳嘅女子到父親身邊。羅定邦動咗真情，兩人相戀，張美琳誕下一子。但係羅淑海意識到事情一旦敗露，媽媽必然怪罪係佢搞出嚟嘅，於是佢搬出前車之鑑。桂蘭燒炭嘅結局，親口去嚇張美琳，叫佢識取啲走。張美琳帶住個仔就此消失無蹤，唔知去咗邊個國家，再無音訊。呢件事成為羅定邦晚年心裏面最大嘅刺。臨終之前4個月，佢鄭重簽下意願書，將遺產分3份，一份俾婚生子女，一份俾羅家添，最後一份專門留俾嗰個佢從未見過幾面，依家不知身在何處嘅失散嘅仔。等佢或者佢後代某日出現，可以證明自己係羅定邦嘅骨肉。嗰一份等待中嘅遺產，好似一封永遠冇人拆開嘅信。1996年羅定邦過身，遺下約10至15億港元遺產，全權執行人係次子羅淑海。然後家族大戰開始。
2007年，四子羅家寶嘅女羅詠儀入稟高院，控告伯父羅淑凱多年不執行遺囑，獨佔遺產。羅淑凱反口，聲稱父親留低嘅財產係對佢個人嘅饋贈，唔係信託。法庭最終裁定羅淑凱敗訴，要向細佬妹支付8成半訟費。敗訴之後，羅淑凱第一件事係乜嘢？係質疑羅詠儀嘅受益人資格，試圖將佢踢走。家族關係自此徹底決裂。寶絲龍品牌2018年起年年虧損。2020年五子羅家盛以僅4662萬港元出售66.6% 嘅股權，買家係李寧旗下非凡中國同埋羅淑凱之子羅正傑。兜兜轉轉，呢一房人又殺返去祖業。大仔羅樂峰最為成功，20歲就脫離家族生意，自創晶苑國際集團，後來成為全球最大服裝製造商之一。2017年上市，六子羅家駒一家遭遇最慘。2015年個女羅君儀喺飛鵝山被綁架勒索2800萬。2020年長女羅貝兒喺南韓接受抽脂手術，因藥物感染不治，年僅34歲。就係呢個家族，一個父親用最後嘅力氣為一個失散嘅仔留低位置，但係留低嘅兄弟姊妹轉頭就打到你死我活。9. 鄭家純與黃詠瑜，從大樓女友到周大福私生子媽媽，呢個女人識揀人。香港豪門私生子呢個話題唔講鄭家係唔完整㗎。同叔鄭裕彤係香港4大富豪之一，靠周大福珠寶起家，再開新世界地產，一生創下過6000億港元嘅家族資產。呢位傳奇人物2016年辭世，家族喺報章刊登嘅訃告係香港上流社會最隆重嘅公告格式，成個香港都去細讀嗰份訃告。然後大家發現喺孫輩名單入面，夾住一班字字輩孫仔中間出現咗2個名，鄭澤雲、鄭澤賢，唔係字字輩，唔係原配所生，而且一睇就係非常之後生嘅細路。呢2個名就係鄭家大公子鄭家純同佢嘅紅顏知己黃詠瑜嘅私生子。本來佢哋係姓黃嘅，改咗鄭係因為同叔走咗，門檻低咗。先講媽媽黃詠瑜，呢個女人先係重點。黃詠瑜嘅履歷係咁㗎，父親係大法官黃建秋，家學淵源，書讀出晒名。23歲已經同時持有英國同香港大律師資格，係實打實嘅才女一個。外形上面，港媒係唔客氣㗎，話佢咪咪眼大爆牙。但係你知嘛，佢就係靠個腦同手段，同一班大美人平起平坐喺香港最頂級嘅富豪圈入面。1996年，佢經朋友介紹認識大樓劉鑾雄，入職華人置業成為私人助理。1年後成為大樓女友。大樓嗰個年代嘅女友通常係靚靚女星，黃詠瑜算係異類。但人哋有用啊，幫大樓處理官司、財務糾紛，樣樣得心應手。大樓後來形容佢係女友入面最有腦嘅一個，順帶吐槽佢使錢好恐怖，每個月買10萬燕窩，日日食都食唔晒，除非用燕窩刷牙。2001年，大樓同黃詠瑜分手。2003年，黃詠瑜父親捲入平機會風波，輿論大嘩。黃詠瑜為父出頭，主動接受電台訪問，大爆自己同大樓嘅6年情。一時間，成個香港都喺度講呢件事。然後，黃詠瑜消失喺社交圈。幾年之後，八卦周刊影到佢帶住一個細蚊仔出入，狗仔隊窮追猛打，發現幕後嘅父親係鑄大錯嘅鄭家純，即係同叔嘅長子，新世界集團嘅接班人。由大樓女友變成大樓同學兼牌友鄭家純嘅女友，呢個轉變，港媒嗰時花咗唔少篇幅形容為令人 O 晒嘴。事實係，黃詠瑜係喺大樓同鄭裕彤父子出入鋤大 D 會嘅牌局上認識鄭家純㗎，就係大樓同佢屋企嘅老人喺埋一齊打牌，佢喺旁邊。後來大樓同黃詠瑜關係公開反面，鄭裕彤仲公開撐黃詠瑜，話大樓唔好蝦細路女，呢位老豆護花無意裝幫個仔搭上線。鄭家純係同叔精心栽培嘅接班人，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讀書。回港後一步步接手新世界地產同周大福嘅業務，佢同原配葉美卿結婚，育有3子1女，個個出色。最為人熟知嘅係長子鄭志剛，
係新世界3代接班人，同時係 K11創辦人，成績斐然。但係鄭家純喺感情上面走向同個仔完全唔同嘅路。佢同黃詠瑜秘密交往接近20年，而正室葉美卿呢邊據傳係各有各玩，互不干涉。甚至佢本人2002年都曾經被傳媒影到喺英國同舞蹈教練私會，愛玩嘅程度絕對唔輸老公㗎。雙方大概係默契式嘅開放婚姻，只係冇明講出口。黃詠瑜喺鄭家純接近60大壽之時，為佢添咗長子，取名鄭澤雲。幾年後再添次子鄭澤賢，兩個仔出世，本來係隨母姓黃。鄭家出於低調要求，從未公開承認過。然後同叔2016年辭世，訃告刊出，兩個名鄭澤雲、鄭澤賢堂堂正正咁列入孫輩名單，同字輩並排而立。一個電話都冇打，一場記者會都冇開，黃詠瑜連靈堂都冇出現。但兩個私生子喺全香港最隆重嘅家族公告上面正式認祖歸宗，幾乎係最體面嘅一種方式。而黃詠瑜呢，喺生完仔之後，2004年就喺新世界嘅大樓開設自己嘅律師行，專門包攬新世界嘅官司同財務糾紛。其中一宗贏咗28億美元嘅賠償案，係香港商業法律史上嘅大案。鄭家純後來更安排佢出任王朝會嘅董事。王朝會係同叔1989年創辦嘅頂級私人會員制會所，入會需要提名，費用過百萬，係鄭家嘅核心業務之一。佢由打工妹做到一個豪門會所嘅董事，呢條路係用個腦鋪出嚟㗎。根據最新媒體報道，兩個私生子鄭澤雲同鄭澤賢依家喺英國生活受教育。較年長嘅澤雲據報約出生於2005至2006年，就嚟20歲，距離加入新世界集團嘅時間已經唔遠。而鄭志剛、鄭家純同原配正室所生嘅長子，現任新世界發展實際掌舵人，係點睇呢兩個細佬？目前冇任何公開表態，但係佢阿媽葉美卿就講得好直接，唔影響我嘅地位，我唔理。呢個家族最有意思嘅地方係私生子已經死入訃告，但係正室跟住打麻雀跳舞，個仔繼續名校，個個人都好似活喺平行時空。然後喺某一個訃告裏頭交匯一次，再各自散去。睇完呢9個故事，你會發現一件事：喺香港富豪圈，私生子呢個身份係世上最唔公平嘅出生狀態之一。有人靠佢攞走350億，有人靠佢1分都攞唔到，有人30年被隱藏，有人一生都唔知自己嘅來歷，有人阿媽因為生咗佢而燒炭，有人阿媽因為生咗佢而名入訃告，位列董事。有人喺餐廳托盤，有人等緊入新世界集團。命運分配呢家嘢喺豪門入面，從來都唔係按照付出嚟計算，係按照阿媽識唔識揀人嚟計算。不過最令人唏噓嘅，始終係呢一句：喺呢啲故事裏面，錢係最容易數清楚嘅嘢。但係嗰個問題從來冇標準答案。你係邊個嘅孩子？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歡迎訂閱、點讚、轉發，我哋下期見啦！